今次介紹嘅遊戲叫卡賓加，玩法就好似射龍門咁，邊位玩家最先出晒手上所有牌就可以結束遊戲。遊戲設定有4張行列牌、8張起始牌同埋4種顏色嘅數字牌。遊戲開始時，我哋要擺好4張嘅行列牌同埋隨機擺8張嘅起始牌，然後洗好數字牌。每位玩家每人可以分到8張，剩低嘅牌係用嚟之後抽牌用嘅。遊戲玩法就好似射龍門咁，盡量將左右邊之間嘅數字縮到最窄，令其他玩家唔可能擺數字牌喺中間。當玩家出牌後，你發現你手上至少有1張相同顏色嘅卡牌可以填補數字嘅空間，你就可以打卡賓加。該位玩家就要睇下有幾多張牌掉咗出嚟，就要抽翻相同數量嘅牌。如果打出嘅牌同對上一位玩家係同顏色嘅時候，就要被罰1張牌。最快清空手上面牌嘅玩家就可以結束遊戲。手上持有牌嘅玩家就要開始計分，最快累積到18分嘅玩家就為止輸家。卡賓加係一盒容易上手嘅卡牌遊戲，你都自玩下。下條片再見。